佢係學界運動嘅雙棲者 Justin 黃志軒。咁我係一位搏擊運動員啦，腕力教練，同埋係一個大學生。最近亦都考埋保險呢個牌照。你開始有咁多重身份，你係點樣面對同埋點樣可以分配時間呢？專注每一樣嘢做到最好先嘅。咁可能當係讀書啦，嗰陣要考 final 啦，咁我咬手瓜同埋搏擊嘅時間就會減少，專心讀咗書先，等我自己一樣一樣咁樣做好。當係可能比賽期啦，咁真係有比賽啦，例如打金腰帶啦，咁可能我學業同埋咬手瓜方面又會放少啲時間落去咯。咁啊專心咗打好場比賽先，因為我覺得無論每一次嘅比賽啦或者挑戰啦，我自己接咗呢樣嘢啦，咁我就一定要做到最好嘅。咁所以先係對自己同埋對大家最好一個交代咯，就唔好一次過做兩樣嘢。如果唔係咧，三心兩意咧就好難去真係可以有提升嘅。其實每一樣嘢都要有一個基本功，先能夠可以分配得好咧時間。係啊，打拳一樣啊，你一定要有最基本嘅步伐啦、擺裝啦、咬手瓜一樣啦，最基本嘅動作姿勢一定要正確啦，咁你先可以進一步咁樣去 build up 自己嘅技巧，等佢更加越練越強啦。當你有個基本功之後啦，練少咗啦，咁但係你重新 pick up 佢嗰陣咧，都一定會快過其他人好多嘅。其實腕力嘅咬手瓜咧，可能係突然之間嗰一下爆出嚟，咁就嚟嘅咯。但係搏擊反而係可能會有唔同嘅方法或者策略戰術。其實個策略戰術有冇唔同嘅？有，當然有啦。咁可能搏擊啦，因為一場比賽係3分鐘啦，通常都係3 round 起跳嘅。咁所以咧，你會有更加多時間去有一啲鋪排啦。可能第1、2 round 咧就會可能用拳多啲嘅，等佢個 focus 注意喺個頭部嘅防守啊。咁你就再進行啲下肢嘅攻擊啦。咁但係咬手瓜就唔同嘅，一開始咧大家捉住隻手埋牙 ，ready go 咁就即刻爆出去啊。咁所以都好唔同嘅策略。